母音係 A E I O U 呢啲係高音，亦都係長音。佢哋嘅短音係呢啲字嘅頭音 as a is e o as a e o 佢哋嘅高低中三個音調係呢經語拼音法嘅5步，第一步分音節 Y 喺任何字音後邊，佢係變成母音 I。子音大母音嘅音節，子音大母音嘅音節，子音大母音，子音大母音。第二步分音律，但係未分音律之前，你要睇住，凡係見到 RY 前邊唔好理佢係 AEIOU 呢個咁嘅情形咧，呢兩個都係讀低音，因為呢兩個音節讀出嚟係要讀得好快嘅。咁有一個原因係英音裏面嚟讀嘅話 ，A 係母音，母音佢差唔多好多時候冇讀到出嚟嘅。咁我而家先教你嗰個尾音係兩個都讀出嚟嘅。咁呢有個規例就係話兩個音節裏邊嘅音調，呢兩個音調都係一樣嘅話，佢哋當係一個音節。所以呢度一個音節、兩個音節、三個音節，分音律嘅時候，最後三個音節一定係高、中、低、中、高、低，前邊都係中音。所以呢度 Y 喺尾巴講俾你聽，除咗 F、Y 嗰個 Y 係變成母音 I 係讀長音之外，其他嘅都係讀短音。嗰、個係動詞嘅指標 F、I、Fi， 所以呢個喺字尾係讀 Fi。呢度咧係 R、頭音係 R， 呢度係 E， 低音係 re， 讀出嚟啦。AR 就係 R，T 頭音係ta，低音係re。尾音讀出嚟兩個都要讀，所以就係 re。英音讀出嚟冇咗個 A 嘅話，呢個係 re，T 係 tree，所以 re 變成 tree。母音加尾音再加頭音 ，n 尾音係n 頭音係麻 man， 中音係第三音 man tree。呢度 E 係 M 頭音係lam， 高音就係 lam man tree。L 有佢自己嘅母音喺後邊，就有佢自己音節，就改唔到前邊母音。前邊母音就八成讀短音，
呢個係 elementary。而家到下邊兩個都係低音，呢度都係中音。elementary。第五步，第一個比較邊個讀出嚟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做到聽 elementary 應該係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。第二個比較兩個高音，呢度係高音 lam， 呢度係 man。睇下邊度出嚟係比較高嘅地方出嚟嘅就贏啦。鼻嘅高中低，喉嘅高中低，口腔中間係樂係中間。lam man 俾 mo， 所以 man 喺上面出嚟嘅，所以高音喺呢度兩個讀法都係 elementary， 所以一個係讀出嚟 elementary， 一個係讀出嚟 elementary。Learning to read is an elementary skill for children. Learning to read is an elementary skill for children.